發片啦，因為我同你家姐玩一下，玩佔領。好耐冇發全面戰賽模式啦。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， 爭取到50訂閱。最熱門地圖有車喎，一開始坦克有車啊！殺打車先，打車先。見到，你好，佢未發現我嘅。他發現我是基，好吧？哇！咁你未死？老兵燒烤，食多啲。我唔介意。哇！啊死啊！我哋先死。等一陣，你睇下呢個咩嚟㗎？860幾好似300幾，我哋玩嘢喎，玩嘢。我睇下我攞我嘅直升機夠唔夠到場？坦克4個坦克。射坦克。喂！我呢啲天上嗰啲對嗰啲好脆，好脆，好難打到。通常天上嗰啲對人又勁，對呢啲車又唔得，又唔得。兩架喎，大佬。打下嗰個咩車先？有步兵啊！見到。你嚟射喎！你嚟射。我射你架咩先？我射個坦克。下邊啊！來接電話來，慢慢接。對面係咩分數優勢啊？請問？對面係咩分數優勢？我想話天崩開局。我就冇人打個坦克嘅咩？我錄了。
C 點隔離有坦克。A 點啊 A 點隔離，你死隔離嗰個位。我咁脆嘅，呢個飛彈咁脆嘅，仲係飛彈嚟嘅。冷知識，你就係一個飛彈，但係我唔係戰機，同埋有2架，所以我飛彈唔到。唉，經典唔得啦，我想經典重喎。唉。我打風乜歌啊？人呢？唔緊要。我打風乜歌啊？哇你咩嚟啊？哇咩天崩開局啊！我切！哇你選飛彈備用啊！可惡！挺謹慎的，這。走佬！嚇死咗我坦克！也沒有呀。啥槍法？不打職業不用學，唔打職業唔使學。神奇點位？哎呀！給我撿到一個漏的。切！我操！輸得好慘啊！一開始就一開始就拉咁多天崩開主啊！咁跟住視頻就喺度咁，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